23214，所以我就話大件嘅去搭衣服超靚啊，780蚊嗱，俾你睇啊，紫色嘅平安扣，佢直接咁去搭超靚啊！直接咁去搭，哇靚到你睇，見光唔死啊，唔失色㗎佢講，見唔見啊？你哋直接咁去戴得咯，好漂亮。嗱，想要平安卡直接去拍，好睇嘅佢戴件平安卡去戴，都是美美的。很高級嘅，見唔見啊？直接咁去戴得咯，直接咁去戴，好漂亮！佢呢個款式都係好睇，我哋可以直接咁去戴，戴大嘅仲大氣啊，更加大氣款式。大件嘅你想入大件去揀呢個大件嘅平安扣，呢個好睇嗰個，係咪日常點去戴都得，冇問題。沒問題啊！嗱，想入平安卡姐姐去戴呢個，大件嗰啲戴起身好高級嘅佢這種，很高級啊！你睇下，好靚嘅佢啲款式，大件就去戴，大件嘅去戴好靚啊！見唔見啊？很高級，你哋可以去拍啊！男生都可以去戴，你睇男生戴都好睇，見唔見啊？男生戴都好好睇，佢啲款式。歡迎入到嚟直播間，姐姐想要啲咩款式嘅打出嚟公屏，真係很好看，大的，比較大氣款啊，大嘅話去戴，邊個戴都唔怕，唔揀人戴啊啦，直接咁去編成戴超靚，係咪啊？睇有冇中意姐姐啊？中意姐姐睇過嚟啊！大件嘅平安扣好高，很高級，珠光寶氣啊！你睇佢哋啲戴到很珠光寶氣，見未啊？一套 set 咁去戴，可以疊戴噶嘛？嗱，你戴咗一個吊嘴，你又可以戴翻個鎖骨鏈，唔一定話係嘛？單單戴一個嘅，如果你中意單調啲嘅係嘛？唔想咁多嘅，你就戴一個就得咯，咁樣。你睇佢手上呢個，再搭埋呢啲，得木珠再去搭我哋啲翡翠好靚，見唔見啊？木珠去搭啲翡翠好靚，哇！呢個鼻光靚到膠指甲出晒嚟。姐姐們可以點菜啊！歡迎點菜，知點菜嗱，佢啲大件嗰啲我好好睇。男生都可以去戴嘅，見唔見啊？男生也是可以去戴嘅，這種啊，男生都可以去戴冇問題，男生戴都好好睇，也是不差嘅。嗱，想入平安卡自己去入一個，它這個好看，哇！呢隻好漂亮啊，這個這麼高級的。見唔見啊？滿綠色，好滿綠，好漂亮，滿綠的一個款式。啊，去個廁所先，去完個廁所返嚟再傾啊，大家。嗱，去個廁所先，出個 WC 返嚟再講啊，大家。一陣見。我想買呢個編號先啦。嗱，你哋 cap 翻個圖呢個。780蚊龍子系列咁裝咁細，一定要去拍一條啊！超好就係偏個繩顏色咁濃，顏色個濃佢唔係淡㗎嚇，唔係淡嘅，你要去拍，一定要去拍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你 cap 翻個圖1 2 3 4 5 1 2 3 4 5，咁呢個就過啦。你哋仲想要咩款式嘅點菜啊？我翻嚟再講，我哋個廁所先。